咧佢已經發咗，不過佢唔出聲，收埋好多錢嘅。係啊，過咗10年裏邊收埋咗好多。喂，多謝賊哥俾我嘅呢啲錢。你真係睇，因為喺2016年嘅時候咧，佢又開始講翻咧，佢就可以接受到一個男朋友唔係老公啊，男朋友呢個叫奸門咧都好，兩邊咧都冇點啊，冇污位都好。摸埋骨啦，譬如。係啊，其實原來你係要識搶就好多女朋友。真係。係啊。嗰邊咧就係你嘅，嗰邊咧我哋係你，我哋係好啦，我啲嘢都節目裏邊咧，為香港人呢段時間咧係解答俾你。呢度咧再一次多謝DBC 電台俾機會我喺度做節目之外咧，亦今日好多謝DBC 電台咧係好多位嘅巨星咧都嚟撐場，好多謝佢哋，再一次多謝新聞界嘅朋友。李居明咁李居明今年咧將會咧喺一個特別嘅情況之下咧，要出晒山啦。個理由咧，因為我作為我哋玄學界咧，係面對住係呢幾年嘅火毒之年咧，的確咧喺香港、中國同埋全世界咧都發生咗好多事啦。咁作為我哋玄學嘅人咧，要出嚟咧係做一啲我哋玄學家應做嘅事情。咁儘管咧玄學咧依然係一個非科學啦，咁但係喺我哋嘅範圍裏邊咧，我哋一定要發力嘅。咁所以為咗呢個原因咧，喺 DBC 電台嘅邀請之下咧，我係破例咧會係為佢哋主持一個妙論天下嘅節目。咁將會喺每個星期日嘅朝頭早9點到12點咧，係會係妙論天下啦。將我嘅玄學嘅研究啦、風水命理啦，特別係我過去嘅經歷啦，特別係有關於密宗與生活嘅嘢啦。最特別嘅就係為聽眾呢係空中批八字，呢個呢亦係喺電台嘅歷史裏邊一個創舉啦。咁一如頭先我所講呢，就係説迷信破為信，一路係我嘅作風。無論世界怎樣變，先變好自己，亦係我嘅贈俾大家嘅説話。咁所以而家我哋好好學多啲嘢啦。特別咧密宗與生活咧呢個節目比較得意啲嘅，因為咧我睇咗 Harry Potter 之後咧，西方咧都有魔法學校啊。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都有好多得意嘅密宗同埋呢啲佛法係可以俾一般嘅眾生運用嘅。咁所以我喺呢個節目裏邊咧都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好得意嘅Harry Potter 式嘅魔法。例如我哋個手提電話，我哋通常都會畫條線嚟到開電話。原來呢個畫線呢樣嘢咧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係可以處理我哋迷路啦，同埋咧係可以處理一啲不吉嘅嘢咧，都可以用得過呢個手法。我教下大家密宗與生活嘅一啲東西，都非常之有趣噶。另外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就因為火毒攻心咧，所以我特別為大家設計咗一張雞畫噶。呢個雞畫咧係不論生肖、不論五行咧，都係可以貼，因為我都考慮埋每一個生肖或者每一個嘅我命，佢對呢樣嘢嘅需要。可以話我要做到係個個人都心無掛，我可以掛方位亦冇理論啦。呢幅畫裏邊咧夾雜咗所有密法、密宗同埋玄學同埋風水嘅所有可以救治呢個火毒嘅所有嘅藥咧，都擺晒呢一張雞畫度噶啦。所以呢個雞畫咧喺下個星期一，亦即係11月嘅10號咧，係將會喺全線呢，係呢個 DBC 嘅電台係喺佢哋嘅總台啦，喺灣仔。另外同埋我嘅居明正堂喺銅鑼灣金朝陽8樓呢，都係有得免費派送噶。我曾經同大家講過，你幾多人嚟我就印幾多俾你。所以呢，不惜工本。嗰張雞畫非常之大張嘅，成本都好貴下。所以大家嚟攞嘅時間呢，只要你出示身份證寫低你個名咁就得㗎啦。所以呢，就每人只可以攞一張嘅啫。希望大家呢，就如果朋友需要呢，都要叫佢呢請移玉步啊。嚟 DBC 電台呢，或者去我嘅寫字樓攞啦。另外同期呢，因為呢係黃霑先生呢，逝啱啱10年呢，又講起個心經呢，於是我就將當年呢阿霑叔呢所手抄俾我嘅一篇心經呢將佢公開啦。亦係免費送俾大家。當年呢，亦將佢寫成一個 copy book， 一張紙係俾大家呢無貼住呢一個心經嘅，係黃霑先生嘅親筆。呢樣嘢真係好好紀念佢。所以佢其實係支持我去宣揚心經嘅一個前輩，亦係佢教我心經嘅。所以我覺得呢個 credit 係應該俾阿霑叔。所以呢，我哋呢個歷史時刻呢，亦將佢已經失傳咗，淨係俾我嘅呢個心經手稿呢，係將佢公開。
咁啊廣佈人間，咁啊使到大家咧都可以沾潤到詹叔嘅福氣啦。咁所以咧呢一張嘅心經嘅 copy book 係兩張嘅，一張係佢嘅手稿，一張係 copy book。係同期係喺送雞話嘅時間送出，咁亦即係話大家嚟攞雞話嘅時候呢，同時係攞埋阿詹叔嘅心經手抄稿同埋佢嘅 copy book，一共係3大張嘅紙，咁我哋到時會捲住俾你攞走嘅。咁所以咁難得嘅禮物喺而家呢個歷史時刻，大家點可以抗拒呢？咁所以大家留意派呢個心經copy book同埋雞話嘅詳細資料啦。咁大家呢段時間咧可以睇下《東方日報》啦，對我哋有大嘅廣告咧係有提示到呢樣嘢。喺我嘅節目，亦即係逢星期日嘅朝頭早9點到12點，李居明妙論天下，亦會係同大家咧係以最新嘅資訊話俾大家聽咧，點樣可以換到呢啲東西，同埋貼出嚟嘅時間嘅情況係點樣，同埋佢真正嘅功能啦。咁啊，歡迎大家每個星期日朝頭早9點到12點係聽 DBC 台，係聽李居明嘅妙論天下啦。咁你可以用手機即刻咧就可以即係用佢嘅技巧可以聽得到啦。咁如果你搞唔掂咧，問下你朋友咧，佢都會幫到你啦。另外，如果你屋企有個電腦啦，通常你都要上網啦。咁啊，我嘅方法就好直接嘅啫喺 YouTube 或者 Google 打DBC， 咁你係 search DBC， 咁一 search 咧佢就會出到 DBC 個電台個資料嘛，咁你一 click 入去，咁啊上到呢個網站咯，一上呢個網站，跟住你使你嗰樣聽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就可以重溫噶嘛，咁啊星期日你朝頭早9點到12點聽唔到唔緊要，你可以喺任何時間重溫翻我嘅節目。咁喺過去呢，我亦喺呢一個嘅戲曲台呢錄咗45輯我嘅李居明妙論天下，大家要翻聽，亦可以重溫。咁啊，所以喺今年希望大家通過李居明呢段時間嘅一啲努力呢，為大家呢招來多啲好運，同埋呢喺呢個火毒之年呢，係大家呢能夠有少少武器，學少少嘢呢去防下身，可以呢過渡呢一個火年火毒啦。咁啊呢度呢再一次多謝大家支持李居明。好啦，咁大家記住雞話同埋心經同埋心經嘅 copy book 等住你嚟攞，每個人都可以攞一份㗎。